各位香港市民、各位傳媒嘅朋友，因應外界對於2025年道路交通安全裝備修訂規例嘅適用範圍嘅疑問呢，我哋經徵詢律政司嘅法律意見，認為有關於乘客喺專營巴士同埋非專營巴士上邊需要佩戴安全帶嘅法律條文，喺技術上邊係有不足之處，未能夠完全去反映立法原意，即係話將佩戴安全帶嘅法定嘅要求呢，由原嚟嘅喺私家車、的士同埋公共小巴等擴展至涵蓋所有車輛嘅座位，為乘客去提供更佳嘅保障。而為咗清晰起見，我哋會盡快安排，首先刪除有關嘅條文，即係話呢，我哋會令到喺目前呢係唔會有一啲法定嘅要求，乘客喺乘坐專營巴士或者係非專營巴士上邊呢係佩戴安全帶。我哋呢會係經過完善有關嘅法律條文之後，再徵詢立法會，然後再推出嘅。就住有關安全帶嘅規定呢，我連日嚟呢都聽到好多社會上邊嘅意見，有關於喺執行上邊嘅意見啦，同埋聲音嘅，有來自公眾啦、傳媒啦，亦都有來自議員。喺呢方面呢，我都係非常之重視，亦都係有一一小心去聆聽嘅。我哋呢會藉住呢一個嘅時候，檢視相關嘅規定。喺呢度呢，我都希望重申，正如我2天之前呢同大家所講啦，我哋整個嘅規例嘅初心係為咗乘客提供多重嘅保障。喺未來嘅一段時間呢，我哋嘅工作呢係會繼續以教育同埋宣傳為主，希望可以培養大家好自覺地都會為咗保障自身嘅安全呢，係乘坐呢啲相關嘅交通工具嘅時候，同埋車輛係有佩戴安全帶嘅習慣。而家呢，我哋首要呢係要研究如何去完善同埋優化相關條例嘅執行。而期間呢，我哋會喺度呢廣納社會各界嘅意見，並且呢會喺優化成個嘅安排之後呢，再諮詢立法會嘅。多謝大家。局長係想問咧，話嗰個條例要再完善呢個係要幾時再向立法會諮詢咧？另外就係由草擬法例審到局長你多次都出嚟解説，點解咁多次都冇發現到條例有當中嘅不足咧？係唔係即係局長或者係相關嘅官員有失責咧？第三就係市民都有好多不滿㗎，會唔會就近日即係呢啲解説或者規例嘅不足向市民道歉？首先呢，我哋特區政府嘅初心同埋個原則呢，一直都係只有一個，就係為咗咧保障咧乘客佢哋嘅喺出行時候嘅安全嘅。咁所以呢，我哋一直以嚟嘅解説同埋宣傳呢，都係希望能夠讓社會咧更清楚明白我哋喺呢一方面嘅個諗法同埋個初心。咁而喺我哋喺徵詢咗律政司嘅法律意見嗰度，亦都去睇翻有關嘅嗰個條文。喺個法律條文個技術上邊呢，的而且確呢，我哋係睇到不足之處嘅，未能夠完全反映呢我哋嘅立法原意，就係呢係保障所有乘坐嘅乘客呢，佢個座位有配備安全帶呢，就係要必須佩戴嘅呢一個嘅立法原意。我認為呢，我哋一個負責任嘅做法呢，就係盡快係為咗清晰呢件事呢，係去安排首先呢刪除呢個有關嘅呢個嘅條款。而我哋嘅做法呢，都希望呢就係會透過呢係草擬有關嘅嗰個嘅法律嘅條文，以至呢係刪除咗嗰個相關嗰個條款啦。然後呢，我哋會刊登憲報，再係呢去呈交喺立法會嗰度呢係作出省覽嘅。咁呢個呢會係我哋嚟緊嘅做法。好嗱，呢一點呢，亦都剛才我都所講啦，就住個法律條文喺草擬嘅時候嘅技術不足，以至未能夠完全反映到社會我哋嗰個立法嘅原意呢，以至到喺市民嗰個喺我哋執行嘅時候，市民嘅了解上邊呢，係會產生咗一啲唔同嘅睇法，亦都係可能唔清楚呢。喺呢一方面呢，我都要承認係唔理想嘅。
咁所以咧，我哋正正咧係需要咧係去就住呢一樣嘢，盡快去做出一個修正啦。同埋係一個嘅補足啦，然後咧，我哋同時間咧，亦都藉呢個時候咧，去全面優化我哋整體嘅規定，希望咧係能夠咧係廣納市民嘅意見，照顧到佢哋提出嘅一啲喺執行上同埋操作上邊嘅意見啦，從而咧亦都係希望能夠達到保障市民嘅嗰個安全嘅。所以我想了解個時間需要幾耐咧？即係而家佢盡快修訂再呈上立法會，成個時間係需時幾耐咧？同埋點解你會覺得係承認唔理想而唔係道歉咧？我諗個時間嗰方面咧，我哋一定會盡快咁樣做，亦都咧係我同我嘅團隊啦，會喺呢一方面咧係我哋嘅首要嘅工作啦。我哋亦都咧係會同律政司咧係一齊咧係緊密嘅合作，務求能夠盡快咧係提交俾立法會咧有關嘅一個嘅附屬法例咧，從而去刪除有關嘅條文嘅。咁藉以咧就係可以去清楚去展述翻個情況。咁但係咧喺呢度咧，我都同大家所講，我哋刪除有關條文嘅嗰個嘅目的同埋個效果咧，正正咧就係會令到喺個法例裏邊係會將目前而家有關乘客喺乘坐專營巴士同埋非專營巴士要佩戴安全帶嘅呢個法定嘅規定咧，係我哋會予以刪除嘅。係咪下一陣時間知道咧？下次暫緩嘅咧？我一直都唔知道寫錯法例，因為佢宣傳嘅時候話所有巴士都寫錯啦。政司做錯啊！而家意思係。